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帶大家嚟睇恒基嘅 The Haddon。The Haddon 位處於紅磡黃埔街1號，由恒基兆業發展，項目主要提供1房去到3房嘅戶型。講翻個單位先，呢個單位實用面積430尺，3房嘅間隔。430尺間3房會唔會細咗啲呢？但係我嚟到呢個示範單位之後呢，簡直另眼相看。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。一入到嚟啦，呢個單位就係客廳。單位咧用咗開放式廚房嘅設計，增加呢個空間感。洗手間咧附設有企缸。咁啊，客房啦，亦都擺到床，同埋擺到一個細嘅衣櫃。主人房咧有兩邊嘅落地玻璃，採光度亦都十足。好啦，我哋今日睇完咁多先。如果跟住落嚟想睇我拍咩片嘅話咧，歡迎喺下邊留言話我知啊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